100年以前嘅白朴，其實看起來同一下無窮樣。清朝時期嘅白朴鄉，原但係水下族同其他平埔族原住民喺嘅地方。一直到清朝道光年間，清朝政府聯合民間人士，設立嘅閩粵合股嘅特權組織，有揾到金廣福權號，從此客家人進入白朴開墾，未展開客家人對白朴發展嘅歷程。清代白朴莊嘅開發，樣板漢人來落嚟啲白朴莊，頭擺大啲白朴，要為所係原住民西下族，原住民上遷呢，許多新竹鄉嘅，因巡檢啊，以下去得七殺，檢擺按出現我會起因病火嘅啫，你誒乾塘啊，當時嘅淡水塘嘅通地，當然要破案嘅壓力嘛，佢大家山土呢難淹沒啊，所以最初嘅方法係建築啲矮料，碉樓，建15座，向江小丹去做，但係呢經費唔大，鞭長莫及啊，冇確實，後尾當時嘅淡水塘通地呢，佢乾塘出去錢樣啦，其他人都要錢錢，行人呢大頭誒，學農人大頭誒就唔欠來，組織一隻金廣福土地開發公司，你係厲害喎，特別金廣福墾戶，金廣福墾號咁做得啦有一日江小蘭啊，作為呢個財體嘅越級總墾戶，佢有你大300-400沙可能多可能重到竹東嘅三角山，突然間降落啲白朴來，降落嚟之後，愛舍墾水啦，冇愛舍墾水，矮料殺落去，原住民當然我背。cái矮料下嚟為咗全部係華山嘅為咗，最多係36座矮料囤落去。按矮料後背土地咪空出來咧，你漢人啊，佢哋照呢田農嚟開墾，3年免租啦，3年要退薪咧，開始讓佢收租，要租金收入咧，就得繼續一啲矮料收費，將來。開好咧，有10個矮料塞地落去，對價擺，一擺一擺愛舍墾水啦，矮料塞落去，開墾天然來啦，一步緊八年落啦，所以一下3隻鄉親，白朴阿彌陀山一下攻下來，那時你講清朝時啊，金廣福墾戶啊。開白朴莊、阿彌莊、月彌莊嘅含咗嘅建構，所以金廣福等興盛嘅時節，呢等興盛嘅時節要6座公館。